咱台湾霹雳舞的国手孙静，伫咧巴黎奥运结束了后，是去荷兰参加大赛 IBE 国际嘻哈舞蹈节。伫咧团体赛是拍入八强，个人赛甚至是冲入决赛，摕到亚军，又阁是破咱台湾的新纪录。缀着音乐脚步有时紧有时慢，孙正看起来是真轻松，也毋过大风车一出来，甲你讲是无咧讲算笑。伫咧决赛拄到的好手是哥伦比亚的 Alvin， 嘛是真厉害，因为顶届伫咧6月布达佩斯的奥运资格赛，就是互孙正来拍掉。宣布赢的时阵，虽然孙正的手无互人举起来，也毋过伊是真大方来恭喜 Alvin， 嘛感觉同时间参加团体各人的2个人拢尽力啦。我们没有用很杀戮的方式来 battle， 我们是有点 having fun， 我就是来有点像是传递我今天跳舞的情感。孙正讲，虽然有一寡怪物奥运了后无来比，也毋过 IBE 是有全球各地320位选手，确定要比决赛时阵嘛有想到，讲爱创作历史，煞嘛因为有这款的想法，颠倒决赛的表现无正经遐尼好。心理素质的训练跟建立吧，就是我可能要相对的再更轻松一点，更纯粹一点，像前几轮一样。只能说可惜咯，但是我觉得我这一次又证明了，就是不是只有奥运我可以进16强，就是 IBE 我也可以打到 final， 就是算是有证明一个，我们真的不是来玩的。孙正是真欢喜，讲唔是来佚佗的，而且家己比奥运的时阵更加强，有成长改变的感觉。所以来，阁要甲所属的舞团的朋友，阁参加2场，嘛是全球指标性霹雳舞文化比赛，伫欧洲有好表现。记者综合报道。